会晓趁钱，就会晓欠钱；会晓欠钱，就会晓用钱。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厦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得袂着上苦。什么屈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有志气着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种也着快乐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得袂着上苦。什么屈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师兄啊，你哪会使安尼想啦？唉，恁阿母吼，就是因为嫉妒这个家庭吼，唔才会变到这样啊袂平静。敢讲恁阿母要亲像我甲恁阿母同款想？唉，美观是个真好的查某囡仔，即摆已经嫁你啊，你爱相信伊啊。任何人吼，就无法度为你的身躯边甲伊抢走啦。恁两个即摆还阁少年，还阁一段真远的路要行。我希望吼，恁翁仔某会当快快乐乐过一世人。阿爸无希望吼，我的查某囝甲我同款，过着痛苦的日子。师兄，你来替我。好好照顾美观，你知影无？有啥物话哦，去找恁阿爸讲啦，搁来找我创啥？你还是无法度原谅美观老体的代志哦。人讲大家甲新妇会发生足侪问题，我一直想讲，这款代志绝对袂发生伫我的身上，因为美观是一个遮尔温顺的查某囡仔。也毋过你的阿母是一个歹大家，对无？阿母。你是我的阿母，美观是我的某，你讲我到底应该爱为啥？为你的某啊！你毋是一直安尼？我若是安尼，我即摆就袂遮尔啊艰苦啊啦！阿母，你甲我饲甲遮大汉，这款的温情大过天呢。不管发生啥物代志，我拢会徛伫你这边好好啊友好你。啊，毋过。美观伊也无做毋着啥物代志啊！你是安怎要遮尔怨恨伊啦？敢讲伊欺骗我是对的哦？敢讲伊叫我的囝吼斗阵来侮辱我嘛是对的哦？敢讲伊叫我的翁婿吼来反背我，甚至把我的孙子害死嘛是对的哦？但志忠啊，因为你细汉啊，你才会安尼讲啊！你若细
躯哦，你就袂讲出这款的话啊啦！阿母，莫甲讲啊啦！恁当家的代志吼，去找恁阿爸啦！非得在你的办酒内哦，公布无我这阿母的存在啦！阿母，阿母，你出去啦，莫甲我开啦，出去啦，出去啦！阿母，阿母，你听我讲啦，你开门好无？阿母，你开门啦！李冠姊啊，你莫哭啊啦！你嘛毋知代志会变成安尼啊！你莫阁艰苦啊啦！后壁是我害，拢是我害伊。我只会心内艰苦，想要听人讲话，啊，毋过我无亲交朋友，我可能会当打电话阿伯甲伊妈。谁知影后壁害到安尼，拢是我唔对，我对不起阿伯。李冠姊啊，你唔好一直怪你家己啊！你安尼哦，是会互阿妈搁较艰苦啊。好啊，美冠，莫搁讲，阿母倒在较好病房内面，若听到你踮遐这边的哭泣，会互阿母也搁较艰苦。美冠，莫跪在遐哭，这是病医，唔通搅扰到别人。你回去。我走，姨妈，你莫赶我走，你莫赶我走啦，姨妈。阿伯若无好听，我绝对唔离开啦。你唔离开吊店，这是有啥物路用？万一若互恁阿爸，甲恁大家知影，因规个口啊一定会走来这乱。别管，我唯一的好事都在家好病房内面。我已经无迄个心情通管你当家的代志啊！姨妈，李冠姊啊，你就体谅一下阿妈的心情嘛。阿爸即马伫咧内面，就算讲要看伊嘛有时间的限制，这么济人留伫咧遮，嘛无路用啊。我会好好照顾阿爸，你先回去啦。莫啦，姨妈，我求你，你莫赶我走啦！你赶我回去，就算我回去，我的性命是一只姨妈。你也是唔知啊，我即马在厝内搞阿母的情，你甲我赶回去，比叫我去死较艰苦，你知无，姨妈？阿妈，啊，即马是要安怎？好啦，既然你要留踮在这，安尼你去拍电话，你将阿虎啊受伤的代志拢讲互因听，为你绝袂把我的血，早晚总是会知影。尤其建超，阁是阿虎的小弟，若这摆万一阿虎啊有啥物三长两短，到时建超一定会怪我。哪有小弟知影？安尼伊嘛袂怪讲你唔留踮咧厝诶，规工敢若为外个厝拍拍走。你去拍电话，你甲因讲，你拢讲互因知影。起来啊！去拍电话，讲互因知去啊！紧去！喂，记得，阿伯出代志，你紧带阿爸来病院啦！阿爸来情况啊啦！阿爸你紧别开！阿爸紧来，你紧别开！别开啦，紧来啊！阿爸，师兄啊，你用讲，我有啥物代志啊？你赶紧打电话等来讲哦，阿伯人即摆伫咧病院啦。呀，然后病院，
美官讲哦，阿伯伊无小心哭到头壳，伊即马昏迷不起呢。你带阿伯来去陪。紧来紧来紧来！第一名戏出大下厝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你继续捧场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下厝，赞！呀哩哟呀哩哟，有一曲着呀哩哟，俗风赢着才苦了苦。姨妈，你看，哎，阿福啊咧，阿福啊咧啦！你家好期望来面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阿爸，阿爸你别叫我啦，阿伯还袂清醒，你叫安怎叫伊嘛听袂着啦。敬昌，阿福啊，为恁等家辛苦打拼一世人，伊即阵倒的是在休困，你莫甲伊吵。本来我是无想要互你知影，也毋过搁较安怎讲，阿福也是你的阿兄。假使阿福若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我若无甲你讲，你一定会怪我。即马恁拢在遮，建昌，有几句话，阿姨一定爱甲你讲。美观嫁予市中了，所忍受的痛苦。我相信你这个做老爸一定原来知影，因两个少年人为着要维护你，唔敢误入宿敌。建昌，我希望阿华这摆受重伤的事件，会当互你清醒起，回去甲宿敌讲。唔通互一个家庭不甲安尼纷争不断，唔通互阿福来受伤，伊的牺牲变作真无价值。姨妈，拢是我毋对，是我无好对待美观，美观袂当信任我，阿伯才会发生这款代志，拢是我毋对，拢是我毋对。是着，姨妈即阵毋是咧怪你，在这个时阵，怪送着送唔着，拢已经无意义啊。咱拢是一家人，我相信无人会想要去害任何人。都准讲宿敌伊的心肝搁较凶，搁较落毒。我相信伊嘛袂想讲要去害死啥物人。姨妈已经真做戏了，恁等家的代志我已经管无法度。假使恁若是还阁有尊重我这个老大人，若还阁有认定我是恁的长母，我希望恁会当听我的苦劝。好好照顾家己的家庭，好好关心家己的亲人。我要踮在这陪阮去，因为恁每一个人拢有家庭，也毋过阿福阿婆，伊敢若有我一个老母啊尔。阮两个人相依为命，遐尼做年，阿福伊袂个无我，我嘛袂个无伊，所
所以我要留伫要这陪伊，一直陪伊到完全复原为止。放弃，让我好好踮遮陪伊。恁转去啦，我若看到恁，当我想起阿华所忍受的痛苦，恁转去，莫搁留伫要遮，叫着我母仔去啊，好无？已经是第3天，阿爸同款无精神。每一天，雨伞若扭开脚底，我甲阿妈看到你规身躯擦骨，倒伫遐，甲死死咧拼命。阮拢毋知影，这款的日子，啥个时阵才会当结束？阿爸，你爱较勇敢，较坚强，唔通互阿妈为你的烦恼，为你伫流目屎。阿伯，阿伯，你一定要好起来，我拜托你，你一定要好起来。我还记得细汉的时阵。你是上疼我的，你一定不忍心，让我变成一个害你的凶手，对无？天公伯，我求你，只要你会当让阿伯好起来，无论爱受偌济苦，我拢甘愿。天公伯，你一定要无病人病，请你无病。李官，你莫阁艰苦啊啦！我怎啊陪你去病院看阿伯，好无？我想要跟一个人去。你是阿无要互我陪你去？阿伯即摆已经安尼啊，敢讲你阁要甲我激气哦？我无在甲你激气，我是气我家己。我感觉我是一个歹结掉的人。我流产，替阿母生气，害阿爸甲阿母逐工伫咧冤家。伊阁害我家己的阿伯即摆倒在病院内底，这一切拢是我家己造成的。是着，无论安怎讲，你总是我的后生。我希望你会当甲我斗相共，互我感情更较侪个。我希望你会当在厝的，好好照顾恁阿母甲阿爸，我当放心去病院照顾阿伯。我实在无法度想，无法度搁忍受，搁再发生啥物代志，因为我无法度搁再承受遮尔侪痛苦。李官，你啥要甲所有的过错拢怪伫家己的身上？你安尼做，答应我，答应我。第一名戏出大下厝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你继续行情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下厝，赞！呀哩哟，呀哩哟。
阿母，大概我若看到这张相片，我就会甲家己讲，我一定要替你报仇。你本来应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啊，毋过阿爸为着迄个查某，有你日子过得遐尼歹过，甚至互你放弃家己的性命，我怨恨阿爸。我竟然怨有迄个互你生不如死的查某，阿母，我要替你报仇，我一定要替你报仇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初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啊，人生的舞台，啊，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啊，演出怎精彩？啊，犹原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，家己写出来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。